贷款行政议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买厝的优惠贷款哦，政府会当个补贴一倍，佮加上即马银行补助半倍，所以利率只有1.775%，上济是当贷1000万，款年限有40档哦，有5档的时间会当只纳利息，按算8月初1开始实施。 吊车司机加吊挂手架 H 型的杠梁慢慢固定进行吊挂作业，这是伫台北市中正区全新的建案，当地加紧赶工兴建。台湾的厝价真悬，少年人厝买袂起，民众真不满。为着扩大减轻无自用主体家庭买厝负担，行政议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买厝的优惠贷款精进方案，利率是由政府补助1倍，佮加即卖的行库补贴的半倍，一段式的利率。 上加抬到1.775%。以补贴1.5码之后，每户最高可节省利息支出呢，3年一共是112500元。除了贷款利率的补贴，青安优待新方案也有3种优待，贷款额度提高到1000万，款限期调为5年。 贷款年限嘛有关到40年，会当申请专案的族群必须符合规家伙拢是头一届买厝的人，无适用转贷户。预定8月初1实施，拢总是3年到2026年的7月31。不过，为内政部发布的今年第1季全国甲6都房价负担能力指标，全国房贷负担率超过41%，也是比顶一季升悬0.9%。 比去年同期升悬2.8%，显示房贷的负担也是真大。利滚利的结果，你小的负担的这个金额是越来越高的。那特别在时间拉长底下，你会缴到真的是天荒地老啊！你从30岁缴到70岁，那你人生已经到老的时候还要再缴房贷，那你会觉得蛮悲哀的啦。 学者认为，少年人厝买袂起，上界大的问题也是关厝价。政府伫做贷款补贴政策的同时，嘛应该同时解决租厝乌市，安尼才会当逼出空厝。安尼无，干那安尼压钱方式解决问题，根本无法度真正解决少年人的感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